咁尋日 Tesla 大啲喎，咁就唔知有冇留意啊？14%喎，咁啊馬斯克同呢個特朗普隔空罵戰咯。最主要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問題。Donald Trump都推咗一個叫做大而美減稅嘅政策。咁啊，Elon Musk 就話當時佢入呢一個國會咧，諗住節省國家開支，希望可以減低一啲金錢上呢方面嗰個浪費。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咁大而美嘅退稅嘅計劃咧，係令到美國嗰個赤字咧高到差唔多2.5萬億喎。係2.5萬億喎。咁即係之前嚟講咧，阿 Elon Musk 入去能夠幫呢一個美國減低咗1萬億呢一個浪費嘅節省咧，其實睇翻起而家呢個2.5萬億咧，其實好似杯水車薪咁樣，冇咩太大嘅幫助。咁所以令到阿 Elon Musk 咧就話係好興啦，喺個社交平台嗰度咧隔聲罵戰。咁啊，特朗普就係話咧，可能咧威脅咧就係美國嘅車咧就唔賣俾呢一個Elon Musk 嗰個 Tesla。咁啊，所以呢方面咧就令到 Tesla 咧大跌啦。咁啊，你要知道啦，聯邦政府咧係買新能源汽車咧，呢個係以前已經係拜登呢一方面嘅政策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而你話如果而家聯邦銀行唔買佢啲車咧，哇，嗰度個數量係非常之大嘅。我相信呢個暫時係講下啫，未必一定真正執行。喺美國新能源汽車嚟講，最大個龍頭就係 Tesla。你話如果唔准買Tesla 嘅新能源汽車，咁即係美國咧係違反咗之前咧就係話喺2030年咧就係唔再出售呢個燃油車呢一個咁嘅承諾嘅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而家係講下嘅啫。咁但係成事嘅機會都唔係話太大嘅。